来肥了。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村民台飞》，我是陈明珍。今日有很多台北地图共同关心讨论话题哦，係本嚟台灣嘅農學院嘅學者講咗最成功入侵台灣嘅外來種，叫一千好聽名嘅哦，很多福壽螺，有人講咗係金寶螺嗬。那福壽螺呢，從民國68年時間有民間哦，4年來偷偷嘅從阿根廷呢引進到台灣。頭面已經經過35年嘅時間咧，那35年來對台灣嘅農業嘅生產造成嘅損失，韓國來防治嘅費用嗬，掉起來，加起來已經超過100億元，係哪假嘅嗬？按多嘅費用發下去以後呢，係冇辦法來種嘅福壽螺滅掉去嗬，但是也冇可能來滅掉嗬，因為呢經過35年嘅時間，那福壽螺已經變咗歸台灣嘅生態系統其中一隻食物鏈環節咧嗬。假使真見到那福壽螺滅掉嘅時間呢，那可能已經完整嘅一隻食物鏈呢，會消退一番。啊，消退一番嘅話，可能會造成大家所想象唔到嘅生態危機嗬。故所農政難咪講呢，也冇辦法嗬，那種嘅福壽螺滅掉去，只有做得呢有效嘅管理。但是要問有效管理咁真正做得到無？像今日有請到專家學者，韓國體現農民和共同嘅討論。馬上歡迎收睇今日現場來賓，期間呢係農業會防檢局特別防疫組偏重去管理科嘅陳寶良陳科長，你好。主持人你好，各位觀眾大家好。好，首先歡迎收睇係福壽螺專家哈，佢來自台中區農業改良場嘅副研究員廖君達廖先生你好。主持人好，各位觀眾朋友大家好。好，首先來自你新竹峨眉嘅哈莫府蛋有機農場嘅廖成展廖先生你好。主持人你好，各位觀眾大家好。好，談講呢啦福壽螺作戰當有心得哈，5年來大概全部打仗市場係嗎？有安嘅機會啦，有安嘅機會咯，好。你講到呢種嘅福壽螺嗬，台灣人講咗，有人講有金寶螺嗬，到底呢種細細螺嘅嗬，叫佢試呢種嘅蓉嘅嗬，尤其樣試下啲嫩嫩嘅蓉係佢最好食，那種堅強手勢嘅福壽螺呢，農民講咗係油酥螺嗬，到底福壽螺也係油酥螺呢？想睇下體現嚟啦福壽螺作戰嘅農民佢哋心肝度嘅想法係乜嘅？按用一頭嘅蓉誒，4刀剪毒啊，4刀按用落去啊，福壽螺啲啊是睇，真係這頭啊那睇，按用錢嘢，磨都磨咧，所以一頭嘅都冇磨。落啲生啊去鬼婆誒，cái vụ thì không quỳ phố ấy, thiên su quỳ phố ấy, nên冇法度處理。啲內斗對我天大度講啊，一粒會印不出來，迄後天你也印不出來，對那個心頭痛啦。種田大家都不喜歡，因為它這個是病蟲害。加上安尼啲成法咧，個安尼嘅順序，安尼就會一金錢用得強多，喺福壽螺都嘅快動子啊，冇條條做唔得。對人農民來講，尤其啊試田嘅啊，養養心態啦。因為哦，養嘅哦，試落去，而那個無來噴藥藥嘅來控制啊，一安補養嘅是香，所以青島如果為到福壽螺，天又要重新過試過安尼啦。哎，你們能用亞麥了，用亞麥，亞麥哈，它上兩公啦，咩鹽唔搶啦，120年鹽2遍。福壽螺如果想不到嘅其他人冇乜可能啦，如果那個排水上頭嘅啊，水啊一打到那個卵啊，打到1天都多，一下穿都福壽螺穿凍結啊，2萬就已經穿到滿天嘅。如果處於講哈係政府要想辦法就話全面減來啊，來補助農民要全面來放棄啊，那這樣就多少就可能啦。冇去講就你講農民直接咁樣冇，當然啦。我們政府在防治福壽螺上面呢，也有推薦耐克螺，在福壽螺的部分。但是福壽螺它的藥效大概在17度、18度以上，才能夠對福壽螺的螺體產生一種殺害的一個效果。那除了說溫度以外，還有一個就是說，你看像現在有風哈，水面上有波動的話，水面上有波紋的話，也會妨礙到藥效的一些施展。
好，唐太全台湾的农民哈，从南到北，从东到西哦，大家对福寿螺马上一片啊，所以他没办法，都在福寿螺很用版型那家请等然后东西收起哈，来给小档案哈。好来看到嘿，你福寿螺呢，佢来自你南民族哈嘅亚马逊河流域啊，佢反生能力非常非常的强哈。从卵孵出来以后呢，45年是在产卵哈。佢一隻福壽螺差唔多嗬，佢命有5-6年咁長哦嗬。佢一生當中嗬，即係孵卵48到45變咁多嗬。佢一年咧翻嚟再有生產那種7000到9000隻嘅卵嗬，咧非常非常的頂勁哈。那我想請教一下我們這個廖先，就是說，這個福壽螺它非常非常難處理哦，就是說它又有肺，它又有鰓，冬天的時候它又會躲起來越冬，對不對？躲在泥土裡面，它會躲起來越冬。那沒有水的時候，它就進入休眠狀態，一睡可以睡6個月，所以真是拿它沒辦法。那我們現在這幾年，您今天也帶了很多福壽螺來哈，就是說可以告訴我們嗎？就是說，他來台灣這麼多年了，我們到底對福壽螺了解有多少？真的拿它一點辦法都沒有嗎？福壽螺它到台灣有30多年，其實我覺得它最厲害就是說它可以適應台灣的一個農業的生態環境，然後它的繁殖能力非常的強，而且它幾乎是什麼東西綠的、嫩的它就吃，而且它非常的能夠隱藏在一些我們不容易找到的地方，所以怎麼講？對水稻來講，其實它就會成為一個非常嚴重的一個有害的一個生物。然後其實它就是因為它這種非常適應力強，那我們對它非常的不容易去做一個控制。因為它是從南美洲來，南美洲其實相對天氣比較熱，台灣其實整個就是亞熱帶或熱帶，所以基本上是它喜歡的一個環境。對，是的。好，那所以在南部會不會情況比較嚴重一點？當然是越南部會越嚴重，因為其實它喜歡溫度至少要18度 C 以上，然後再就是水要比較多的地方，然後南部相對來講它是比較高溫的，所以它嚴重的程度會比北部來得嚴重。好，喺劉先生，你有5甲嘅天啊，哈，做日記啊，咁你有冇對付福壽螺呢？咁樣是跳蛤蟆養食喎，天毒死就窩了那種嗆嘅東西啊，所以講，基本是其他東西嘛，同樣農場地邊度你有發現佢出體窩讓啊以外，佢還有什麼嘅其他？咁哋講拍出些草佢咪食啦，走草落去落天度都佢咪食嗰啲草。哦。佢咪一天食窩啦。佢咪當件事是錯。係唔係當件事，要病水稻都佔啦，要下繳嘅東西佢咪食，冇食佢咪食。草隻咯啊，後尾啲拍草啊，草隻都落去地位度，佢咪就樣食嘅草隻咯。安尼樣子。好，看起來這個福壽螺是能屈能伸哦。這個有秧苗就吃秧苗，沒有秧苗吃這個草乾草，它也可以哦。那我們來看一下，對福壽螺對於你台灣沿海農作物嘅數量，它有幾多哈？目前呢，一個出海嘅面積，他們有17萬公頃咁多哈。我嘅發現也係12.71萬多哈。那這是一個統計數字，但是我想問一下，就是說，其實從民國68年引進，很快的就發現說，這個狀況已經危害狀況已經出生了。那在71年7月的時候，那時候危害只有17000公頃，到了75年已經來到171000多公頃。那光是水稻的損失就已經破了12億哦。那我想請問一下，就是說防檢局這邊有沒有什麼樣的對策？早期有一些藥劑就3本促襲，那現在已經禁用了。是。那這個3本促襲的部分，因為後來發現它是有一些毒性存在，比如說會造成那個指甲脫落啦，或者視力障礙啦，或者皮膚潰爛等等，那甚至也有可能造成它的起胎。那所以現在這個農民夏天這個碰到這有3本促襲的水花，有可能會畸胎。對。那所以在86年的時候，就公告它是不能製造跟輸入。那正式的禁止銷售是在88年1月1號，元旦開始。對，那其實這一支藥劑在世界各國裡面也都禁止它使用了。是。那後來國內這裡又引進一些藥劑，那像現在合法的登記用藥有包括聚乙醛跟那個奈克羅這2支藥劑。那這個部分這2個藥很有用嗎？
这两支药剂其实，刚刚有一些农民他们也有提到说，你在低温的时候，其实它的效果是显现不出来。对，尤其像刚刚在宜兰的时候，可能这个东北季风的关系，它那个粉剂一撒下去就被风吹走了，所以这根本一点效都没有，或者说那个粉撒下去，然后那个波浪那样波啦，那其实这个效果也不是太好。是因为它这个部分是。在全台湾这个地方，大概只有宜兰那里是，因为它一起做的时候，它的温度都比较低。那我们在防治福寿螺是你到秧苗下本田期大概2个礼拜左右哈，那个时间是可以来做防治。好，那如果过了这个时间之后，其实秧苗长得比较大一点的时候，其实福寿螺它也不喜欢来吃。哦，所以太老了，他也不喜欢吃，就对，他喜欢吃嫩的，喜欢吃绿的、嫩的。好，那我想请问一下廖先生，就是说，当然我们刚刚讲3本粗烯有它的很好防治性，但是相对它可能对环境、对人体的健康有很大的伤害，我们已经禁止使用它了。那目前我们所使用这些什么聚乙醛啊、奈克罗等等，它对福寿螺这个杀伤力大概达到%多少？其实目前的推荐药剂中，聚乙醛跟奈克罗来讲，对于福寿螺的防治效果，其实它都有到97%以上的一个效果。基本上我们在福寿螺防治上会要求农民要做到我们叫8字真言了。8字真言：平整浅灌，然后除内主外。平整就是整滴要整平，然后在水稻插秧之后，它的那个水位要低。这样整个田会平，然后田里没有积水的状况下，但福寿螺它比较不容易行动去吃它的秧苗。哦，所以水少的时候它行动力就比较差。肯定要整平水才能够放低嘛，要平整浅灌。然后除内就是要把田区里面的福寿螺完全把它杀死掉。对。然后在主外就要防止灌溉沟渠的福寿螺从外面随着灌溉水进来，所以必须做一个阻绝设施。如果这8字可以做到，其他的福寿螺管理就可以做得不错。好，刘先生咁紧跟人8字真言融下去，福寿螺彻底是强，彻底侵到板渣。有可能，因为我本身是用阿母去照机讲的，我在水头又去处理了这东西。哦，所以谈讲，因为你下当等于那是讲，佢肯定好。准叫水落呀哈，准叫水可能什么，因为像讨论是避汤啦，可能你新竹嗰度咪叫避汤啊，肯定好把水落，所以你冇辦法讓伊滅，睇是講，我倆凍，我天長好咧，天移動用水係直接幾乎天定落，所以你水係會來用苗炸起來係冇？用苗炸起來，但是你係用調油嘅。嘅卵嗰度只出血㗎咪當成用係苗係調醋到機油咪就上落去。哦，我不用調油，水油唔行，水油唔行，係，呢就比較困難點的了呢。比較困難點啊。好，那我想再請教一下廖先生，就是說，其實我們說那個出水口，入水口要把它有個細網過濾嘛，出水口要有個什麼30公分的浪板，讓它不要返回入侵。因為我們當出水口水流下去的時候，這邊是潮濕的，對，然後福壽螺如果可以順着這個潮濕的部分再爬回田裡。所以我們必須一個板子突出去，讓福壽螺要爬上來之後堵在這個下面地方，它就無法進到那個田裡面去了。所以你意思說，那30公分的浪板是在這個灌溉溝渠上面蓋着？排水就把它排水口的地方一塊板子突出去，是讓水可以出去，但是它螺要爬的時候會被擋在這個下面。他不會這樣子爬，然後爬上面。他沒這個能力。哦，他沒這個能力，是不是？對，就擋在下面。所以我還是比較聰明一點。對。哦，好。那我想請問一下，就是說，雖然這個防治的費用是蠻高的哈，我們剛才也講說，不管是奈克羅什麼之類的，它其實藥效可以達到97%，但是農民選用的意願好像不是很高，這一點是為什麼？我們科長去了解過嗎？是因為藥太貴，還是藥的效果，或者搭配使用配套方法太麻煩了？農民覺得最好是撒下去全部死光光就好了。如果撒這個藥還要配合步驟1、2、3，太麻煩了。是的，那這個部分就是說，農民他希望說我今天用下去的藥，他的目標的害蟲可以全部死光光，但是我們知道這是不可能。如果會造成這種情況的時候，就是你這個藥真的很毒。那如果說
有一个容许量在那里的时候，其实就是说，我们有限度的去管理它，让它降低它的密度的时候，不造成很大的危害。那这样子其实可以达到这样的效果的时候，我们就可以来做这样的一个工作。那像现在如果说像耐克罗这个东西哈，它那么好用。我们一般的这个市场上的售价大概是多少？对农民来讲，这个防治的光是药费会不会就是一笔很大？这个有去了解过吗？之前我们是有去调查过哈，我们大概抓一个 range 啊哈，它便宜的跟贵的其实都有。那每一家公司它生产的成本不一样，所以从700多块到1400块，其实这个 range 上都有。刘先生。一甲档750到1400，安样算贵啊，算便宜？有安算又贵了。可能对农民来讲，你可能到农村一下了解讲，你一笔收费其实是动态。也算到是那咱，因为农作物从美国来讲，唔系当好价。你像已经香港卖冇去包1钱的呀。安尼咪啲嘢咪，大家所了解係安尼啦。所以講，如果加你有費用嚟處理嘅東西，實在要對農民係一種負擔啦。係安尼是啊。好，但係到底呢福壽螺，除了有目前看起來這福壽螺好像是有百害而無一利了哈。但是顯然有人不這麼認為哈，因為有些這個生技業者就覺得說，其實啊，這個。天然這個蝦紅素哈，只有在藻類裡面存在。但是後來台灣的這個農民真的非常聰明，他發現這福壽螺的卵裡面也有着天然的這個蝦紅素，而且這個蝦紅素它是這個史上哈天然界最強的這個抗氧化劑，保健啊、醫療啊、美容保養品啊都可以用。所以曾經就有這個生技業者想要來這養福壽螺，然後來從這個福壽卵裡面來萃取這個蝦紅素。這到底是不是一門好生意呢，廖先生？你是福壽螺達人，你告訴我們。關於這個業者，他可以從福壽螺的卵裡面去萃取蝦紅素，其實我覺得這是一個創舉，這確實是商機無限。但是他必須由福壽卵去取得這個萃取蝦紅素，那這樣他必須先去養福壽螺。可當他大量飼養福壽螺的時候，這時候問題就來了。它如果飼養福壽螺的一個管理不善的時候，它的外流，它是會造成在二次的一個傷害。所以說，這個養殖行為，其實在國內來做，其實我覺得它是非常不恰當的一件事情。那我們農政單位這邊怎麼看養福壽螺來萃取蝦紅素？聽說這個產值一年超過120億耶。這裡120億，我是不曉得它是怎麼算的，就是說。如果以整個農業的產值，大概也不止120億。好，那這種外溢的效果，其實我們是很擔心。就是剛剛主持人也有談到說，68年的時候也是從國外引進。那當初是說，這個可以當料理可以吃。那所以，那時候就有一票人一窩蜂投入說，我要去養福壽螺這件事。那我們也是怕這樣的情形再次發生，所以我們在民國100年的時候，那時候也是找99年到100年之間有找地方政府的人來開會來討論這件事情，大家齊聲反對，沒有人願意說這個飼養福壽螺這件事情在台灣再發生，因為這個你如果說到時候又造成棄養風潮的時候，其實會造成我們環境很大的負擔。咁劉先生，你有冇來看呢個問題呢？咁最近學福壽螺咧做蝦紅素係另外一門好生意，大家做咧去看。我做其實人農民嚟到一角度嚟講，係既然係要按好嘅東西啊，嚇，該啲農委會所規範啊，好到問題來處理咧，有問題咪做得啦。因為你熟呢啲東西一條政府許可讓伊用嘛，但你許可人都是。你看樣我保證金話交幾多，係咪導師有啲東西做唔得廢睇嘛？我廢一些，跟冇保證金就冇收入，樣係方式幹自己學生人嚟後路嚟吞起嘛。咁因為嗰啲東西係講你冇收咧，你將佢清搶出來，本來都學豬啊學鴨啊食搶冇問題啦。嗰時一下子吞搶吞嚟啦，冇比標準我不是冇買要緊。
民国68年时间呢，当时工作会让闽南嘅向往嘅欢迎家哈，从其待嘅地方阿根廷哈，侨居地阿根廷哈，引进台湾。当时呢，人的称号是田螺哈，嘛是讲这种日本咧进口的螺的这种的干条非常非常贵重，因为那螺的安太杂哈，肉又多，但是引进台湾的熟的时间呢，可能在大家就后生以后传哈，故所呢都天颜色推广了少，不过马上产生的问题都71年的时间呢，你高频提起的种的是否会跟农民是发现过啊？那坚强就是咧复苏咯，然后无哦是枪非常非常严重哈。到75年的时间，头下讲到哈，规只苏阳乡嘅农作物面积有17万公顷安多哈。故说呢，到民国86年嘅9月30號呢，農業批是禁止制作加工並輸入那種嘅三本促席这样一个防治的东西啦哈，因为在三本促席的防治的时间呢，会发生静态影响哈。到88年的年代时间呢，是讲那防治复苏了今后用那种三本促席，但是因为危害非常大，故所到88年代呢，也说禁止翻书并使用哈。到18年的时间呢，是因为那种生技业者又开始蠢蠢欲动，修那种复苏了，讲提炼虾红素，嗰陣時呢，農業批是頭下講過，然後嗰隻台灣嘅農政單位哈，地方農政單位收收嚟開會以後呢，決定還係冇學下人哈，因為都見哈一年還要開拓1億人哈，還冇辦法來滅絕哈。那我想請教一下，就是說，這個經過了30幾年，我們有沒有對它有比較多的了解？那這個了解真的在防治上面，還是到目前這樣一個無計可施狀態嗎？在防治方法上其實是有的，除了化學藥劑之外，其實還有一些非化學藥劑，就是物理性的。剛剛那個廖俊達廖博士他也講到說，用一些浪出水口啊，浪板，對。那還有一個是做柵欄，然後把它隔絕掉了。這一些工作其實都可以來預防福壽螺進到我們的水田裡面。其實它最主要的大概就是在水稻，因為水稻相對在台灣來講是種植面積最大的一個作物，所以它的危害大概就是以水稻為大宗。那這個等於是說，我們有這一些的防治技術在這裡面的時候，其實跟農民所謂慣行法，就是說我只要一個藥劑下去，我什麼病蟲那些害蟲全部死光光，這個樣子，其實這個並不是我們所想達到的一個目的。剛剛也提過，就是我們是要做有效管理，就是我這個措施下去之後，可以控制它的比較在低的密度的時候，不造成它大的危害。那剛剛也有講過，就是尤其是水稻是在你秧苗在到本田期2個禮拜之內，那一段是最適當的防治時期。你把它防治完了之後，其實它就不會再危害它水稻。都帶嚟很難治嗰種嘅復甦螺，用辦法對付佢呢？其實入面完全冇方法。如果方法真好用哦，某個方法呢，像廣告以後繼續嚟討論讓人講。村民台北節目現場，佢哋讓討論喺到台灣哈，上緊落地哈，35年的復甦螺、金寶螺，但是農民講真嘅冇辦法，係死嘅無嘅人，仲好比死槍咁有輸咯哦。唔過咩嚟35年咧哈，一死得200億元，哎呀，他嘅金錢變損失咧哈，係你冇辦法來滅掉哈。所以故說農民非常頭拿痛哦，但是地方政府也冇同樣做法咯，像宜蘭縣政府哈是嚟鼓勵大家都。推動哈，這種推動嘅之前呢，來做一個復甦螺嘅方式哈，都在佢哋用一個好嘅方式嚟，像你嘅記者李玲去到你嘅宜蘭採訪，等等李玲今日去了解一下。將一下太寒田度，風暗太天暗冷，由於太正熱呢，佢喺度啲田順好啲做乜嘅，唔係啲師傅，你可能佢喺度啲做乜嘅呢？切數八腳，有位起頂，有位固頂，蘇婆北面見可能田橋，睇佢嘅目標就係愛了解到千牛嘅復甦螺。
也太高那么样的含头顶太极盘，一片見到流到腳臀肚空嘅暗道復蘇路，仲入腿嘅肚空。另外一片還見到食嘅東西為啲甜球空，愛等等一道復蘇路食到爆逼逼咧，再個老幾一道留起來。像這樣就是用別種飼料哈，跟它引誘過來啦，盡量少用農藥啦。剛哦，那條叫翻20斤賣有啦。啊，一斤賣8塊安尼。有啦，安尼食滾水就夠啦。已經復蘇路買到800元，原來係宜蘭縣政府為咗愛處一項開創，盼嚟全面飲復蘇路嘅法通。佢馬薩卡強就賺得到1刀錢，有人100到60幾，有人賺得到1-2000元。唔過想愛賺按呢嘅錢，咪愛看天時。即嘛袂厲害，伊產個地你都愛較少大吼，愛來甲壓落伊就鋪起哦，就按伊就鋪起，你也好食伊就鋪起。我天，躺落草地啦。當然愛是作為錢，天時寒落落嘅，也是隻好食用嘅復蘇路，做地講都抗疫來到度嘅。地方政府呼籲大家搶下來飲復蘇路，就讓天時落下，天時一小暖，復蘇路就會說出來，老用嘅是強強。第一年的話，我們是整棟收羅的一個情形是大概1萬台斤這樣情形。那到今年的話，我們就成長了3倍到3萬台斤。1公斤13.3哦，13.3，你加9.5，9.5乘以13.3，126.3。自家嘅復蘇路自家飲，100年復蘇路有好運現金，故數唔但搶港中人，難做錢10萬來飲來了。一推嘅復蘇路崩過後，沙定愛再去肉鴨廠，貴親嚟嘅櫻桃鴨頭蒙蒙嘅，等你愛食。我們鴨子吃了這些福壽螺之後呢，它會長得特別的健康，然後特別的肥美。為什麼呢？它有那個動物性的蛋白質。復蘇螺唔但搶也別好食，啲釣魚店行卡舒服呀，當然好釣魚嘅素菜，當愛用到上色料。總鋪行卡有一群專門飲綠色嘅人。我們去農田抓有沒有？哎，好像說他的農田比較多，叫我們去的。還拜託你們去抓就對了。因為冬天的時候量會很少，但是冬天卻是那些黑鯛、OK，還有一些魚種最肥最好的時候大量，然後每次到了冬天，這裡都是大量的缺貨，因為我怕供應不足，所以才會大量的囤積這些貨，死剩下來活的，才屬於給釣具店或者給釣魚池。有條家40年前對夾把數方接嘅復蘇路買賣嘅條路，一粒粒睇家動腦嘅生態色素，對佢來講就係財富。我看到新聞影片提到哈，唔怕人家復蘇路再厲害啦哈，其實松樹灣呢個獎勵金哈發多的會發呢，可能是輕友好了哈。我想問一下我們這個陳科長說，像宜蘭縣政府他們這樣就是說1斤8元來減金寶，春天報產免還肉啦，就等於說減福壽螺。那宜蘭縣政府有什麼樣特別的條件去做這件事情嗎？是因為縣庫特別有錢，所以可以1公斤8塊錢來收購，還是說其實宜蘭它的這個耕作有它的特性，所以值得這樣子1公斤花8塊錢去買這個減食的福壽螺？是，那宜蘭這個地區哈，我們知道在一起做的時候，其實它的溫度都還比較低。那剛我們在節目前面也提過，就是說，那個藥劑在低溫的時候，其實它的藥效並不是很好。那我們也常常接到宜蘭地區的民眾的反映，有這樣的事情。那另外一個就是宜蘭，它那邊就是它只有做1期作，它2期作大概就沒有繼續種水稻。所以他那裡是有一個得天獨厚的一個環境，就是我只做1期作，好，那1期做完了之後，其實他那個就不再做了，他可以利用那個時間，那去做這樣的事情，因為他是要確保他水稻生產的這一塊可以獲得比較充足的一個產量，所以他去減食福壽螺，一來就是可以
抑制福寿螺在田里面的数量。那第二个就是它也少用农药。我们也知道宜兰县政府它长期以来也是推广一些比较亲善的一些比较有机的一些工作。对。好，那我想请问廖博士说，其实我们刚刚看那个鸭子啊，宜兰樱桃鸭去吃那个福寿螺，吃得很开心哦。那就是说，其实那个水田里面的水其实也不能够放这耐克螺之类这种药了，要不然这个有毒的水体的这个鸭子吃，恐怕也是要有生命危险的。但是就是说，我们也看到说，其实还有人去捡那个福寿螺去当做钓具店那个钓鱼的钓饵在用，所以其实福寿螺它还有多样化的用途，只是我们还没有好好的利用它，是这样子吗？是的，其实福寿螺它是我们只要说鱼类其实还蛮喜欢吃的一个食物啦，所以它其实可以作为这个我们讲就是鱼类的饵料，在它也可以喂鸭子当鸭子的食物，然后在福寿螺其实它也可以除草。它也可以除草，就是说，你如果水田要把水淹了，然后福寿螺它在里面，它可以把水田里的杂草刚冒出芽来，它可以把它吃掉。在刘先生，谈讲学阿伯系嘢专门的技术来对付福寿螺啦，哈，所以你唔系用嘢咪好嘢真系阿伯技术哈，到底系乜嘅？所有阿伯全部都是福寿螺嘛？然后讲有特殊的阿伯去下适合呢？一片肉阿伯來食福壽螺，一片又在食喎，我唔係阿伯能食能快體。我有去過嘅，發阿伯哦，天阿媽，然後土上啦，哦，誒，足多正講係土上就係理想啦，土上。土阿伯，你講土上啊，講就你個拍攝嚟白色幼鴨嗰種啊啦，土番鴨啦，哦，嗰度土上。土生係善下溫科，下唔會重，下唔會緊張，學佢下唔會掉頭波頭啦，嚇。係出太厲害，下會走啊，發動力學強啊，係安尼係天阿媽啦，係天阿媽，佢下會轉啦，下會聽動，但是有好高有好處啦，但一般來講係建議學緊係土生係樣啊，因為土生到61個，啲呢講特動要病啦，都土生落去嚇。冇是為冇福壽螺啦。哦，61後就得入去來咧，家已經冇咧，縮到80呀90買，上到半天就上得到嚟啦。哦，所以养鸭子吃福寿螺还算是一个蛮好的方法哦。那我不知道说廖博士你怎么看？就是说吃了福寿螺的鸭子，它的换肉率会比较好吗？或者说它的生的这鸭蛋里面，这鸭蛋本身的这个什么微量元素会比较高吗？有做过这样的研究吗？因为基本上就鸭肉的换肉率来讲，其实是差不多的，跟一般饲料差不多。哦，但它的鸭蛋的那个色泽跟口感其实比较好，比较好，对。好，唐太咧仲係用其他方式嚟對付咧福壽螺，唔係用農藥哦，用其他方式對付福壽螺。大家有無同樣嘅想法哈？當然也有無同樣嘅觀點哈。談一下替先農民佢哋用半天的快樂種什麼仿吃的方法。这个很有趣的是，福壽螺在我们插秧之前，我们必须像我的方式会撒苦茶粕，先把田区的这个福寿螺降到一定的程度，不要让它的密度再低一点。那等到我们秧插下去之后，秧苗再大一点的时候，福寿螺多也没关系，因为福寿螺就喜欢吃嫩的草。年期的效果以后，年期一期都温度还冇拉，都效果都唔显著啊。政府都降低成本啊，现在那个除茶油那个茶包，能降低的成本，让农民大家都能去接受这个事，不会用那个农药粉啊，农药粉现在成本太贵了，一包对来讲成本有比较贵一点点。我们用港市个价位研发不来啊。目前而家在个水熱來，就跳到講啊，每隻台灣都滅起來了，冇辦法了，就一邊講，但是成本是很高，但是做一半，長期下來唔養命。我認為福壽螺其實佢係好的東西，因為因為佢嘛會生存嘛所以佢就袂食母的蛇蟲的時節佢會食但是那太蟲的時節，該草生出來蛇蟲的，佢會愛你的食草所以佢嘛係好的東西。福壽螺好可愛啊！你啊，食了你還有時陣啊，
咱即摆伊就是讲伊会甲咱食，咱嘛会晓利用伊啊。哦，像咱阮宜兰方面即摆就拢种一支种尔嘛吼，一支种啊，即摆一支这个就拢无种稻啊，无种稻啊，拢咧空园啊。空园的是咱水甲淹袂，然后就咧帮咱食草。有养，就是那个泰国鲶鱼，不然就是乌溜啊。我养的是那个乌溜，它乌溜它的那个效果，防治效果不错，可是它对那个水质的要求会比较高一点。如果水质比较不好，它就是生活环境不好，它就比较不容易生存。睇下有两个农民讲，其实咧福寿螺的好东西哦，哈，就是讲无的太长的时间来去唔好吃，因为肉哦，其实是变落去咧，其实是那种嫩臭哈。真的吗？福寿螺也是农民的好朋友吗？就是只要用对时间、用对方法的话，是这样吗？廖博士？应该说福寿本身它会吃水田里的杂草了，所以基本上你只要在说它不危害你的农作物的时间点。让福寿螺在田里面继续存在，然后它其实会帮你去清除田里的杂草。当杂草小苗冒出来的时候，就被福寿螺吃掉了。看一下，都系这种刺眼防治的方式有哪条哈？其实那种用农药比起来，係咪真正有較好？也係講其實刺眼防治的方式，除了不用阿美適應外，其他方法也要嚟注意哦。好在看到係要刺眼防治的方式有生物性呢，像河鴨啦、青魚、即烏溜啦哈，對降低一種福壽螺的量，還可以嚟使嚟就用插草，還有生物性呢嗰種嘅材料，像誒苦茶粕啦、咖啡泡啦等等等等哈。不過這個苦茶粕跟咖啡粕也會毒殺這個水生物哈，水裡面的生物，所以等於說該死的死了，不該死的也死了啊，什麼蚯蚓啊、什麼其他田螺啦，這些都死光了。我想請問一下這個廖博士，就是說其實。这个苦茶粕它里面是有什么样的成分，会使得这水中生物会一并的也都杀死掉？在使用上有它特别需要注意的地方是什么？苦茶粕它是那个苦茶籽去榨完苦茶油之后的一个残渣，而这个残渣里面本身它含有8到14% 的我们称为茶皂素。茶皂素。然后这个茶皂素是水溶性的。所以说苦茶粕必须撒到水里去之后，它这个茶皂素才会释放出来，然后去杀死福寿螺。当然它本身茶皂素它不单纯只杀福寿螺，我们常常讲说它几乎把水稻田里面所有的生物都杀死，甚至连在水面上的苍蝇也杀死，而且它还会这么毒啊？对，而且它的那个茶皂素如果渗透到一个田埂，它把田埂的蚯蚓毒死出来到水里面去。所以它毒性相当的强。那对人体会有伤害？它对人体不会伤害。哦，毕竟它是天然的。不是，刚好它这个成分对人体没有伤害。它本身是茶皂素本身是一个界面活性剂，就可以当清洁剂使用。对。对。然后所以说，它如果我们在田里使用了苦茶粕之后，你必须要维持2到3天不能排水，因为你如果一排水，你跑到沟渠去，就会影响到沟渠里面的其他生物的生命，一起把它杀死掉。哦，等于说使用这个苦茶粕的话，等于说要先在田里面给它泡水，泡个3天，让它药效这个全面发作之后呢，再放水。然后它的成分会开始消退，消退之后排水的那个就比较不会有毒性。其实我们在玉里也有遇过一个农民曾国奇曾先生哦，那他是用轮作水旱作轮作的方式，他发现意外的可以来防治福寿螺哦，比如说他。1期种水稻，2期可能就种这个大豆啊、小麦这些杂粮转作，刚好也配合农委会这个休耕转作替代性这个杂粮的作物的这个政策嘛，就是说，其实当种这个大豆跟小麦的时候，它这个旱作它是很粗放的，其实你不用花太多力气去管它，而且它是旱作，所以它的这个整个生长期待超过半年。这福寿螺它的脱水休眠可以半年，刚好可以死掉呢，要不然它就搬家到别的地方去。我们会来推广这样一个方法啊，这个农民的方法其实好像还不错主持人提到的这个其实我也同意说，农民有这样的创新的想法是不错，但是我这里就是有一个说法，就是说我们可能在小的区域或者小面积里面去操作是可行的，因为福寿螺会从这一个小块的田区里面，然后跑到邻田或者。其实它不会跑很远，因为它行动力也不太强。利用那个沟渠啊，那一些跑到邻田去这样子。那所以它这一块田里面，因为它是旱作嘛，
所以福寿螺就不会留在这里。等到它明年一起作又回来种水稻的时候，那时候它再进来，因为生物有一个特性，就是它刚进来的时候，它的量其实不多。那等到它要有一个蓄积能量到它一定的可以危害程度的时候，还有一段时间，所以它会慢慢爬上来。那所以我们搞不好它爬上来的时候，我们那个已经超过它最适合的防治时期了。对，就是那个水稻它已经比较老。比较粗，所以它就不会喜欢吃，有这样的可能性存在。好，那我们其实农民这样一个个别经验，其实如果真的可以来好好使用的话，其实轮作啦、水旱轮作其实也是一个方式，就对了。是。好，那我们刚刚有讲说，其实这个福寿螺来台湾已经35年了。某种程度，它已经变成好像大家这个生活环境里面习以为常存在的一份子了。它也变成台湾整个生态这个系或者是食物链的一环了。如果说我们真的把它灭绝了的话，难道真的会造成这生态链、这个食物链这一环这崩溃，会有个生态危机吗？博士，我想说，福寿螺它从入侵，它必然要经过一个适应的程度，适应的一个机制，适应这个环境之后，它才可以去增加它的数量，扩展它的适应范围，然后再对我们农作物造成危害。而当它能够造成危害的时候，它其实已经在台湾整个农业生态系，它有一个立足之地了，它已经有它生存之道。这表示说，它也建立起它的一个食物链。这是我们慢慢把它抽掉，谁去学？有谁能来填补这个空间？会不会是以前台湾本土的田螺呢？有可能，也有可能。对，但是也有可能是另外的一个新的东西。然后，而且如果我们要把它完全灭绝，可能我们连其他生物也一起灭绝了。其他那个所受到的对环境所受到影响，就会可能还更大。所以我们只能跟福寿螺保持一种恐怖平衡吗？科长是这样吗？所以我们只能够有效的管理它，某种程度还要好好的爱护它，因为不能够完全把它灭绝到底，因为毕竟它在台湾35年已经变成生态链的其中一环了，是只能有效管理了吗？只能这样去看待它了吗？是。刚刚主持人讲说恐怖平衡这一件事情有一点太过了，那我们是采取就是我们有效管理，大家和平共存。对，这样是一个比较好的策略。有效管理，和平共处哦。其实在这个农委会的一些说帖里面有讲说，该风的乱啊哈。动作的台湾一张农田当特殊的风景啦，哈，我们田里流行上谈多是用，因为农民讲，感情没法度，可能还是无奈何，哈，是来和平共处哈，我做在有效管理呢，还没办法完全对你做些人灭它，所以该风的乱变做台湾农村特殊的风景，你暂时冇去到农民的立场，你也蛮靠。当然，起来农民立场当然是有效，按讲有效解的啦哈，其实冇可能接受啦。但是冇办法接受，有没有接受的事实，佢已經係台灣嘅政府嚟種嚟啦，35年來咧哈，又要按照嘅時間咧。但是呢樣我對好好強下，也大家也發動到心思以上啦，哦，你咩講？一早政府是奈何控制下來嘅東西，人民百姓啊，民力無窮啦，你講啊，民力無窮啦，農民咪想辦法強下來改革啲問題樣情況係啦。好，民力無窮，我嚟呢劉先生所講嘅話啦嚇。唔該，你看一下，其實一種嘅我哋來會種對台灣嘅前海外係非常非常大嚇。所以看到你話台灣實體外來你前種咧，其中呢一種嘅福壽螺是排第2名嚇，福壽螺。再來看布袋蓮啊，等等嚇。那中國梨木是係中高級里嘅農民嚇，先社會嘅問題嚇。所以你係一種形容我入來台灣，遇到係農民，第一個遇到係做生意人。想要賺錢，偷黏來帶進來，像梨木氏就是這個走私的這個梨穗嘛哈，所以帶進來的。像那個紅火蟻哈，那些從比洋機哦，到桃園機場嗰度跌下來哈，那有可能。所以，但是呢，你看福壽螺一年是在1.1千萬按度的防治費用，美洲紅火蟻一年也要花掉7-8千萬的防治費用。所以講中國梨木氏啊，目前政府官方並冇編列那種醫生來防治，但是規章我來生活對台灣嘅危害、侵入嘅傷害呢，稍微發你青島人民官方政府他給錢來防治來做嘅哈。我想請問一下，就是說最後就是說，
其实一个轻忽，不管是透过什么样的管道、什么样的人，把这个外来种带进台湾来，不管是养殖也好啊，当宠物也好，或者说是为了做生意也好，等等等等，它其实对台湾的民间的这个产业的影响，或者对这个政府这个财政的影响，都是蛮大的。我们怎么样来看？就是说，对于这种外来物种，全民应该建立一个什么样比较正常的、健康的心态？我们先从这个科长开始。这边就是说，因为我们最关切的就是一个新的物种入侵的时候，我们如果在最短时间之内发现它，然后我们政府会采取一个紧急扑灭的措施。因为你完全没有以前台湾完全没有的物种，它如果刚进来的时候，其实它的点是很小的，我们可以尽全力想办法把它扑灭掉。但是如果让它扩散出去的时候，这个就有点难。那这个我们应该是说，在防疫的工作上，应该是全民大家一起来做，就是民众大家有这样的认知的时候，就可以当我们的第一线的一个监测的人员。因为他如果发现一个很不寻常的一个物种的时候，他马上通报。他去哪里通报呢？他其实是乡公所的农政科都可以，就是政府机关，他就乡公所啦、县政府啦，甚至农委会、防检局这里其实都可以。是。那博士呢？就是说，除了说这个民众配合第一时间打电话去通报之外，就是说，其实很多的这些外来物种引进，它其实都有不同的原因，有些可能是为了牟利，有些可能是为了好玩等等哦。那你怎么看呢？我们在外来物种这个。因为我觉得说，当我们看到说这个入侵种它对于我们作物造成危害的时候，其实它已经建立起它在台湾生态系中的地位了。所以已经来不及了。对，所以这时候你只能去控制，而不是灭绝。所以我们要做的应该是从教育着手，从一个全民教育，从国小、国中是一个社会上的教育，我们让整个民众，让这个他们从小开始知道说。我绝对到国外去旅游，看到一个漂亮的东西，看到一个好玩的东西，我绝对不要随手把它带回来。如果教育做得好，将来就可以避免说这个外来入侵种因为不当的引入，去造成台湾农业的伤害。好，在刘先生，你有冇看？廖老师讲啊，同样啦。到底人农民百姓看到有来，或者咧一片的啦，也冇办法去讲一下子去处理下来，当困难啦。像肯係定年頭嗰度做關注嚇，入關出關有一部分政府單位嚴加檢查禁止有啲東西落來樣正確嘅，唔係安尼細路百姓，而家真係咩面對無強嘅問題咯，然後就政府單位把關把到好些，然後辦法咯啦，喺個教育當中有啦，廖老師講。因為唔係前仔拿東西進來台灣，唔係要來到東西嘛，係安尼意思。好，都看到嘅時節是來唔切嘅嚇，無論係你嘅博士嚟講，你嘅廖頭家都講嚇，都讓我本看到嘅時節，佢絕對已經做到啦環境裏邊生存下來。咁樣時嚟面對嘅時節，絕對是負唔切嘅。但是利用這方法，大家記得教育方面，大家做好嘅是講。絕對冇講，那部東西可能講等一下是來帶轉台灣來。你講那東西其實都外國侵傳前，那引進台灣持續看看的哈，其實對台灣嘅嗰個生態都可能造成侵台嘅影響。再來是年頭嘅管理哈，要一天做好來，所以怎樣從這個入關哈，這檢疫開始哈，就怎樣這個部分呢，就要先做好。跟食品安全一樣，要溯源管理哈。年頭如果管理好嘅話，佢落唔可以落嚟台灣，當然對台灣環境是冇有影響哈。再來看一下，廿食台嘅疫情中呢，影響到台灣加10年呢，一年而食喺台灣，大家年納稅前可能10億、20億都有可能，造成損失可能200億都有哈。加10年下來，那就損失，絕對唔係咁樣時數引進嘅人，佢想嗰個好高所賺到嘅錢，就想得到嘅安泰危害哈。我想你係非常重要嘅，教育做好來，年頭嘅管理也做好來，我想佢呢用辦法來杜切來到外來種侵入台灣，對台灣嘅生態並產業造成嘅影響。我想今日村民台 P 剛強嘅參加，下禮拜請持續收聽村民台 P，什麼大家安子謝謝各位。